台湾创新技术博览会第12开始，由政府11个部会联合主办，有太空科技、资通讯到 AI 技术，各种下产业的创新科技拢总有，计共有1200个单位，是有史以来上届一届。经济部长王美花也讲，国内各种产业直直的创新进步，这是咱会当伫个世界徛起的基础。 台湾创新技术博览会第12期过，由政府11个部会联合主办。今年会期23个发明参与的企业甲学术单位，计共有1200个单位是历来上济的一届。这也显示国内外对创新发明的重视。现场按太空科技、资通讯到 AI 技术，各种下产业的创新科技拢有。经济部部长王美花就讲，创新也是台湾会当伫世界徛起的基础。台湾没有天然资源，所以台湾 人非常清楚，除了创新，台湾没有第二条路。这个也是台湾今天在国际上可以立足的一个重要的因素。 这几年来，在国际上当前的 AI 科技，也是这届重点之一。就有企业和学术研究单位投入研发，像讲把 AI 应用在医疗门诊，提供治疗的建议。未来民众都唔免为着要看医生开几点钟的时间在病医单，反正也通减轻医护的负担。我去较早妈妈去检查一个心脏，拢按2、3礼拜了才知影结果是安怎。咱即马随时就知影哦，咱有什么 治疗方式我感觉这对病人真有保障。另外，像讲运动训练这方面，也有真侪科技的应用。比如今年杭州亚运当中正受关注的无胜句，台北科技大学就甲清华大学运动科技中心合作，发明一个训练用的实境机器人，结合 AI 和 VR 技术，未来会当模拟对手的招数，甲咱的选手对练。金牌的选手背后都有个金牌教练嘛，设计一个移动的机器人，可以承受拳击手的这个打击的这个拳的力量，然后呢，进而减轻教练的负担。这些科技的应用，拢是为着要让咱的生活愈来愈好。这届的展览伫台北世博一馆，按10月12办到14，计共3日，民众也会当入场体验。记者卢尚如、林晓凯台北报道。